水开啦！猪骹吞足鸡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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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午安，午安午安！哇，等一下，我是不是 echo 开着？恁大嘛这个？哦，好，好 ，OK。各种忙碌，各种不晓得自己到底在忙什么，各种就是我是谁，我在哪？但是我还记得我是朱蒂卡，我姓朱。大家午安！来，我们募资倒数最后了，真的是这个礼拜也会拼到礼拜三晚上暗时11点59分阿鸟诶，迄当阵我用我的零压哥拍拼嘞，我用我的零压撑到可能那一天撑到那个28号的那个凌晨0:00的时候，我大概就整个魂飞魄散了。哦嗨哟，じゃなくてこんにちは，晚安是吗？飞雪，好，这时候如果大家想先睡的，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是想睡睡不得啊，想睡睡不得，太多事情了，妈呀！来，敬爱的各位面试们啊，天哪！来，我来一一打个招呼。OK， 来，今天呢，很开心，我们今天稍微再跟大家把金咪讲的指定曲稍微再多唱唱几首，多哼哼几首之后，也会穿插一些其他曲子，然后一直到快要5点的那个当下，我们就要快点降落到我们第2首原创曲《祝呢》。嘿，
祝生娘娘关于这首歌的首播待机师了。对，好紧张，然后又好忙。对，雅琛12个月猪仔专员，好，但是是你们各位眼睛越这样重，他是本频道高阶会员，那个3200，好，然后可能嫌那个600块太贵，只好加3200，好啊，那个西提吃不起，只好吃茹丝葵的这一群大佬们，哈，真好羡慕。想了1年是吗？好，感谢雅琛如此专情。礼拜3吗？那礼拜3晚上要去探险吗？探险？你们是中原普渡要去探险是不是？想睡但工作不允许，之前不让你是谁，然后现在是比史莱姆还史莱姆的吗？哦，比史莱姆还史莱姆，那怎么办？软趴趴的一滩废血。可能那个提神饮料有办法吗？午安，追生者，蛮熊大帝，史莱姆加药剂会不会硬化了？可以加看看啦，但那个硬化可能就回不来了。小狐狸拉塞，好久不见，是小妮妮妈妈吗？小妮妮，小妮妮，你是被谁盗账号？精明干练哦。而且我跟你讲，我看到妮妮啊，我最近也在规划我什么时候要棒抛啊，就是说那个 DC 接起来那个这个社恐亲自答谢的这个 DC， 然后接起来之后只是放炮啊嘛。然后最近我去查了一下那个高雄市可以放炮的那个时间，很像还是得要有一些那种节庆，所以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跟小妮妮约在中秋节。中秋节我们来放鞭炮，打电话给你放鞭炮一下，不然可能我们家附近毕竟也是靠近市区，可能放一下就被抓走。我再私信小妮妮，对，谢谢把我们真的是真绝不凡的台湾全台唯一一座我们神官帽好的这个手工神官帽，真的39万带走了，真的谢谢。史莱姆好玩，有游戏区，没有啊，就想要鬼月去一下。天哪，那你要活着回来哦。Lobas 你要活着回来，知道吗？小天这个大佬要让我猪猪看吗？别这么说，对我们今年度的计划能够顺利，真的是真的是蒙地后期，真的是大家橄榄砍弦呢。对，你们真的帮我们牵成了很多很多的计划。8月1号先生，他瓦你笑什么？他瓦你给我出来，他瓦，随便点人。晚上要去抓鬼，你们为什么都不怕啦？我怕的要死，你们为什么都不怕？第二呢，小妮妮那今天被棒抛啊！而且我已经搜寻那个高雄有在卖那个批发的那个龙炮的店家，我要直接去店家那边，然后拍照，就是要弄得很下巴。所以小妮妮，猪猪姐姐在给你约时间哦，啾咪阿死，爱你哦！那宝贝主动问要不要去台中海参馆哦。台中海参馆我还没去过我是只有去过垦丁海参馆。然后你们帮我听一下，咱今买的 BGM， 好，高外下阿德鲁诺卡西拉，balance がいいのかしら？那个 balance 还可以吗？最近都没空嘛？好 ，OK， 大家的时间都没有了，我也都没了，全部都没了。中元节也可以吧？其实我在想说，中元节我应该也是可以放一下。中元节基本上那个应该是9月6号会迎来我们最快一档棒抛袜的这个时节。可是我想说我再询问一下小妮妮，再询问一下小妮妮这样子，然后安哦，立身一拉下，不要，我们要踹你，走开。主子一拉下，欢迎有声音，妈妈。今天也是会努力的，有声音，快点把那个金币奖的指定曲再唱个几首，看能不能抓一些至少还算 OK 可以听的丢过去。死线超人朱蒂卡视野，子妍姐姐你来拿下，子妍姐姐最近好吗？有人乱说话，明他自己夜班1个礼拜，然后礼拜6上班还有人睡觉在旁边蹭到1点才去睡觉，然后3点起床洗澡跟市长去，哇靠3点，对，等一下，所谓的三点是我以为是凌晨3点，应该是下午3点起床，想跟新麻辣火锅把你扔在家里吗？子妍姐姐那时候是不是因为在忙，还是子妍姐姐不敢吃辣辣？OK 啦，对，就是好幸福哦，就看那个留言都好白哦，我需要墨镜。中秋节好像要看，有的人会放，有的人不会放嘛。家附近的庙。我们家是楼下，我觉得我自己每次那个住屋处或者是搬家处都跟寺庙特别的有缘。对，就是我舅家那边，其实之前也是都很热闹，常常会有一些可能普渡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神明的一些正头活动。然后我搬到新家，
楼下依旧有很多庙，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此生就是跟那些庙很有缘，但也 OK 啦。如果神明愿意照顾我这只猪的话，对，而且有时候配信还会自带那个文化传承的 BGM， 就是在楼下放黑寡喜啊，或者是布袋戏，就给神明看，给神明听嘛，对不对？那个 BGM 就传到那个我的聊天室直播间，让大家被迫享受一下文化传承的氛围，这样子。对，真要买大龙炮，我要买，我真的要买。对，就是对，说到做到，而且我很期待，好不好？小时候看多了什么雅晨，你们为什么都不怕？而且，对，我知道雅晨应该是那个体质。主播早安，哎呀，这不是我们线好吗？感谢，不，我这个礼拜基本上会连开3天，让你们就是熟悉到不行。之后呢，礼拜4可能稍微请个假，快点要拼那个金币奖的死线计划了吼。所以讲好像真的要看地方，好像不是大家都在放炮，的确是呢，他哇，所以呢，我觉得中秋节应该是比较稳，因为中秋节说真的，玻璃4大人啊，那警察带领啊。可以啥？对，也是稍微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较不会被抓走。不然我怕我放完之后，我就要请妮总裁，好，在高雄市的某个那个警察局保我出来，好麻烦人家。对，屏东海参馆追生者，然后哎呀，每次都会自觉好难过。好啦，丽珊。谢谢你啦啊！但是就是不嫌弃的话，我们那个募资专案倒数2天，我们那个250块就可以支持我们哈。哦，那250块，来，我们募资专案来到了111人加入我们的募资专案了，真的很开心。倒数2天我会冲到最后，好，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来看看我们这一次非常非常台味的，有没有看到我身后？好，我们再也不会感到无助了。对，我们那个柱，好，我们那个柱就在我身后。哦，只要赞助750块啊，不是，对不起，不是750块，对不起，我瞬间成为了大佬。只要赞助7500块，好，就可以有我们的75C 套组，里面就让你们非常的有助之外呢，我们的猪肉毛毯，好，纯正，我们迪卡温体猪牧场饲养，好不好？从我们饲养到宰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且卫生。哦，而且它并不会因为时间久了就变质，它可以陪你到天荒地老。请大家赞助起来，谢谢大家。刚下都的，而且呢，菩萨很照顾啊，是的，就是冥冥之中会觉得说神明真的有在照顾这只猪这样子。不吃啊，然后又不想出门，只好自己去了吗？没关系啊，子妍姐姐应该是在家研究那个晚上的刑具了。至于那个刑具啊，对，那个我们左边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个左边那个看起来像手指虎的这个、那个手指虎啊，你们的刑具自备哈，已经有加购好本频道10月18号的这个一拳特点的你各位，对，那个手指虎，我怎么一下找不到图层？哦，底加啦，好，那个刑具啊，你各位自己准备好哈。而且我跟你们讲，威力教练啊，真的有在偷偷低台就最近的重训课，他说好，迪卡快点，我们那个练拳好好练啊，好，那个10月给他们1拳，我就你真的有在低台教练真的超挺的啦，而且教练这次有加入我们的募资专案，我真的此逼生真的是碰到了很多很棒的缘分跟有缘人就连我的重训教练都加入了募资专案之后，还在帮我练拳哇靠，你们真的是教练真的太疼你们了，是不是啊？中元节可能还是不太适合。是的，新秀2也感谢新秀2特别到 DC 贴了，就是我们中原普渡歌回的歌词给猪猪，非常感谢。然后我追不到聊天室，你们等我一下，我又追不到聊天室就那个。800的吗？是，谢谢丽珊，感谢。然后，本身看得到 ，Lobos 应该也是那个体质。我是知道，其实无时无刻都存在，可是我真的太胆小了，所以我都不敢去触碰了。好，小婷喝口茶 ，OK 的。中秋节棒抛啊，对，就是会比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想说，可能还是跟小妮妮约在中秋，好团圆，好不好？然后我看一下。好子哦，你跟我是你们我3D 看，不是雅晨你也站住起来了，你真的不要在那边装死。然后不是750，笑我，点号上这个是那个大概跟他解释一下，这个是应该是坏的那个坏的脆客吗？1017应该是不可以耍坏哦，我们要乖乖的好不好？对，要不然有些主播看到你会觉得很紧张，好不好？而且笑乐最棒了，笑乐他有参加我们这次的募资专案
对我真的好感谢，好感谢哦。然后丽1017要乖乖的好不好？不要乱不要乱，就是用这个那个什么聊天室来乱主播，好不好？要乖乖的好不好？还是你要参加我们募资专案也可以啦。大家生活压力很大，你不要乱聊天室，但是你可以参加我们募资专案，或者您刚好在高雄的话，我10月18号，如果您募资有达那个7500以上，我还可以揍你一拳啦。你如果真的压力很大的话，我过来让我揍，好不好？子妍姐姐，放在家里自己去吃，今天晚上不准凉凉的。子妍姐姐她这样会很寂寞，我觉得她还是会蹭过去哈。那老婆不要，飞雪你好好解释一下啦。然后好飞雪没事，乖哈，好，你们夫妻好好协调一下，边健身边滴才是可以的吗？教练很可爱，因为他最近也在忙那个关怀那个社区壮世代的一些算是服务嘛。对，就是帮他们训练肌肉等等的，对，所以他好像都会把那个猪猪的台，然后放在那边当一个背景，然后就继续研究他的专案之类的。对，教练，你有在偷听吗？教练，谢谢早上的练拳，练到我整个手都已经帕金森氏症出现，一直抖呢。大姐，打完招呼，哦，我要斯密大赛，好，油压握手。等一下，你们要油压可以，可是你们把精油自己准备好。对，可是都是油，我可能会奏错边。我跟你说是我们阿月饼，感谢加入我们竹姐专员，感谢阿月饼。OK， 然后哪天接到聊天室？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一传步骤，踏步，转什么？那吗？然后出枪射击。等一下，很像这个是这个跟拳击一样吗？洗地姆刚讲吗？我跟大家刚下啦，很感谢。而且我跟你们讲，礼拜3的中原普渡歌会我会开，可是我已经忘记说我当初开了什么歌单了，救命！我没有空，完蛋了！救命啊！好熟悉的笑声吗？会熟悉吗？会吗？然后乱来的话，聊天室有很多人会跟他好好聊天呐。对，就是乖乖的好不好？对，而且只能说现在生活的压力真的大，所以就想说可能闹一闹主播，可能他们会获得一些快感之类的吗？对，但是猪猪这次主播好像比较没有办法被影响，而且还会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参加我的募资？你看他吓跑了，你不要走，你至少250块赞助下去再走啦。我们最后2天的赞助一下啦，你要闹都闹了，是不是？来都来了，闹都闹了，来赞助一下啦，是不是？250块便宜啦，是不是？放在我们 DC 的样子嘛。水灵宝贝，你说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中原普渡歌回的歌单是不是？有放在 DC 哦。好，我可能又忘记了 ，My God！ 如果有放在 DC 就说那个阿里嘎代，然后我再找找看，宝贝。然后我们真的是谢谢宝贝，让爬下催泪。我们金米奖的3个精华，我在前2天爆肝，快点跟宝贝研究一下我们要怎么剪切，因为今年度金米奖有一些奖项的精华只有3分钟。哇靠！我们在思考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塞，对。所以就是猪猪今年就是想说能玩就玩，所以尽量也是跟去年一样吼，能爆就爆，对，反正爆到爆肝也爆。然后水晶宝贝也很迅速的，快点把那个精华都快点剪辑出来，对。然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说，哇靠，这3分钟到底要怎么塞？对，但还好，就很像基本上该塞都塞进去了，对。然后那个年度 VTuber 的精华还好，还是有保持5分钟，对，要不然。年度 VTuber 的精华3分钟，我觉得我可能要自己就是再重新录一个版本，然后干脆自己介绍好了。咱这有啥文经来，总管带领平信老师看过来我直接帮你讲个3分钟，这样子比较快。对，好哦。然后想要1000吗？3200加800加7500，对，请问是多少呢？我知道，それがわかってる。それが11500円だよね。正解でしょ？11500块，1000靠，不是，怎么到国语就不要考，11500块，选我正解，谢谢大家。对，直接台语友善沟通是，底下说是顶尖的，是对，绝对顶尖，好不好？我们100减22就是88，绝对是顶尖中的顶尖。来都来了，就这样，对，反正来都来了，闹都闹了嘛，反正就是刚好我也在办活动，你们赞助一下，你不要走啊，不是他真的走了啦。你闹都闹了，你也赞助一下，对不对？还是说他有偷赞助啊？我看一下，还是说他有偷赞助，只是我不知道。
来都来了嘛，对不对？哦，他没有赞助啦，我想250块赞助一下，你来都来了，对不对？赞助一下，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敢来了，我觉得这个主播怪怪的。哦，对，3分钟，主播消失了吗？主播带了，立生，我就跟你讲，你10月18号一拳特点买起来，我就真的可以打你踹你了吼，是不是？然后水玲姐姐，对，水玲姐姐真的辛苦了，对，特别是这个礼拜，我跟水玲大概就是爆肝2人组。我们快点把那个我们的募资专案冲到最后一刻嘛，然后礼拜3会真的是爆肝，跟大家到11点59分，然后就谢谢，冲到最后一刻了，对，迎接那一刻，然后我可能那时候的灵牙也没了，但是我想心情是会很踏实的，对，然后礼拜4开始跟大家请假，不好意思，那个开始闭关。赶计划书，但是我还是会在 DC 出现啊。年度 B 是被整好吗？哦，有的，我最后看到你丢出来了，感谢宝贝，我的贝，好，我的宝贝，好，谢谢你，谢谢。然后故意直接这么优惠，不是那语言那些切换的习俗那就不会演头脑很忙这样。就是这次会算数了吗？应该会吧，这次应该算是会啦，但下次我就不知道了。这不是我们的福利熊吗？也感谢我们福利熊，就是赠予，就是我们有一些面线，真的是一拳特点说送就送我们柚子真的是爽到了，柚子应该不在线上，对，但是我期待你各位准备的刑具啊，是不是？台版比较贵嘛，国语版比较贵。对，毕竟我们本频道推广本土文化，我们要把那个台语这个语言把它那个高级化，这个很正常，好，这是正常发挥这样。四川臭啊，熟悉的就不会减磅的，真的，我全部都不会啦，好不好？空马伊拉塞啊！总之谢谢大家，我今天心情其实是很踏实、很满的，因为我知道我待会5点就要带大家降落到我们的第2首原创曲的待机室，但其实那也是我们专辑的其中1首而已。对，我们专辑真的是很爆肝的，如火如荼的，就是每个礼拜现在基本上都要录音了。然后等到5点快到的时候，跟大家各就各位，集合起来，我们就一起降落到我们的祝生这个原创曲的待机室。只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又坠机。我记得我第一次要给大家降落到很像我的 Turbo 曲的时候就坠机了，那时候还是我 1.0 的时候吧，我在想，好像是。小水いらっしゃい，欢迎哦。宝贝，给你一个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数学就是睡一觉就好了嘛。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啊，大姐。好啊，我也这么觉得。数学、英文什么的，不过就是睡一觉不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对哦 ，VIP 都没有去处理后续，还是去印票就好嘛？啊，それがちょっとね。我割到那里呢，所以也就是说，小喵喵已经有获得 VIP， 然后已经付钱了吗？然后你已经付钱了，你那是一根垃圾啊！它有一组那个列印的号码，应该起切的乌啊吧？它那个列印号码应该是不会有那个保存期限。等一下，不是保存期限，我在讲什么？都是后面的那些肉味那个毛毯，等一下什么 kitty？保存好，不管，反正就是保存期限好，它应该不会就是期限到了就消失啦，应该是不会啦，那应该就是永久的，毕竟你都付钱了。忘了就是会啊！不要！最近拜托，我今天请妈祖保佑我。对，今天听说那个妈祖会下来看大家，呼噜老师说的。对，请妈祖保佑。等一下，没事啊，什么东西啊？会骗你这个数学？对，不会就是不会啊。不会，我童叟无欺，我不曾骗过大家，对不对？我就只有精明干练，不骗大家。记得 VIP 不是到现场报号吗？晚点开信箱嘛，入场券才有印章原来是这样。对不起，这蜘蛛只知道要出一张嘴，要唱好听的歌给大家听。对，但是我还不晓得说到底你们购票的那个流程过程是什么さっぱりわからない、こっちもわからないね。那个板板你在吗？板板救命！你的线上客服现在帮你们联系一下板板。好啦，但是我觉得啦，你们都已经缴钱了，那个号码应该是不会不见，好不好？我喝口水。我精明干练，谢谢。我精明干练。
而且啊，今天到5点的时候带大家到我们第2首原创曲的待机室之后呢，马上我们又要顺的降落到我们驻声的快闪杂谈一下，稍微30分钟简短的跟大家聊一下这首歌。对，因为我知道接下来明天后天完全可能没有时间跟大家聊，即使聊到可能也就是破碎的，就是一些。好，所以就是我们干脆今天大家在情绪就是享受完这首歌的时候，当下情绪很饱满的时候，我也顺便跟大家聊一下这首歌心路历程之类的。但是其实我应该其实我还没准备好我要讲什么，因为太多东西可以讲的，随便啦。我对先生伊拉塞，白领伊拉塞啊，我久しぶり，谢谢今天过来看猪猪。阿婆，那打嗝声音，有吗？我有吗？好啦，有打就打了，你们听到就算了啦，上烈的，随便啦，都送给你们的啦。好，感谢一切，感谢我这个礼拜的算喉咙状况还算是 OK。对，快点，我这个礼拜也密集的唱歌，然后重点是那个我们的演唱实力奖。今天我们可以稍微来决定一下，可能是哪一首。然后啊，我的自选曲，我的自选曲今天才要出来，哇靠，好赶哦！所以我才想说，我明后天也是要多唱几首，多唱几次。我这次要参赛的自选曲，也就是说，可能这首歌的主声好。然后今天我们快点也把我们的指定曲来唱个几遍，然后当中挑选。可能其中一首还 OK 的，快点丢。然后自选曲的部分就交给明后天，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想说，好，那我们今天听完这首原创曲助声，我们快点来，算是有些那个快闪杂谈一下，不然完全没时间跟大家快闪一下，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首原创曲。对，然后也感谢大宝老师的建议这个也是大宝老师知道说我。这一周真的太忙了，然后他就说，不然猪猪你可能今天原创曲发表完之后，快点来快闪一下，这样子可能明后天我们才有比较多时间可以把这一首助声多唱几次，再接续我觉得比较 OK 的，快点再丢过去，这样。对 t a s k a d 等一下，为什么你们都听到了？然后肯定有很多，觉得再回去讲卡甲还可以讲3小时。我跟你讲，他哇，3小时你太小看我了，3天3夜好吗？3天3夜。然后指定曲选好了，指定曲那个应该就是你们觉得或者是我觉得的那一首啦，对，是想好了，只是还没唱吗？你说指定曲还是自选曲呢？就其实指定曲我前面的一些配信大概已经可以抓一首，抓大概几个片段，觉得还 OK 的，唱的还 OK 的，但是我的个性就是会有一些觉得说，反正这一周能唱就唱，然后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唱法。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时间去练其他唱法，大概就这样吧。时间复日是早3天3夜，是的，宝贝。对，猪猪那个没有意外的话，礼拜4正式闭馆，然后快点把计划书协同宝贝一起快点在9月2号的最后一刻把它送出去。我先说我真的对今年度没有意外，是大概9月2号。没有问题，反正能报就报，能报就报。好，对，然后我来唱歌了最后就是谢谢大家的赞助，来都来了潜水都潜水了，250块赞助起来，谢谢大家。闹都闹了，可是他不闹我突然觉得有点寂寞。你不闹没关系，赞助一下嘛，是不是？看了一下，我杂谈还是要挑3个直播出来，然后一则间真的假的？杂谈是要挑3个直播可是我通常都在唱歌，我通常都在唱歌看人家时间轴，感觉就是那首了。好，大概6处，中学期会唱的麦兄大帝。祝闭关修炼顺利，谢谢我等一下也谢谢你各位大德的赞助。
很谢谢憨金猫桑，也谢谢你加入了赞助募资的行列。对，这次就是迎来了很多很多的可能路过的朋友，我们家面线当然就是对当仁不让，还有迎来了很多很多的 B 鹏鹏以及会师音乐老师们，始料未及，受大家照顾了，谢谢。那我现在来开个问答吧，虽然我觉得大家应该猜到我可能会，或者你们觉得我适合哪一首啊？哈。好，猪猪的猪的，等我一下那个，好，等一下。什么鬼？等一下呢，猪猪的，指定曲适合丢哪一首？好，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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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金理奖的指定曲，嘟嘟。我们指定曲有哪几首？等一下，我瞬间又失忆了，救命！那个，老婆好难哄嘛，没事啦。我跟你讲，家和万事兴。老婆要是就是在塞奶或者是在丢的时候要哄哦，一定要哄，不哄的话，他就会找其他男人哄。这个很重要哦，所以哄起来是对的，没错。精密伴奏。好，等我一下哦。投票啊，但是不见得，就是我想知道一下大家觉得我适合哪一首，但是我当然之后是我自己会选出来这样子。好，跟去年一样，一转眼1年又过去了。然后行程，等我一下，我快好了。很难哄吗？子妍姐姐息怒，子妍姐姐她就是比较调皮而已。子妍姐姐，一首，一下哦，然后再一首，好。但是我觉得啦，大家大概也知道说我要投哪一首了，对。只是你们觉得，如果啦觉得我有更适合报的选项的话，欢迎也可以投起来，我就参考一下哦。好的，就是的经理讲指定曲适合，适合调，等一下听，然后怎么办？我错字了，等一下，我错字了，他可以改吗？等一下，他可以改吗？怎么办？我错字了，你们这样看得懂吗？还是说走过路过的大家看得懂吗？我难哄啊，那你就不要。我子妍姐姐息怒没事，问就是9入7，好，你们就投没关系。怎么办？适合挑哪一首？等一下，算了，你们看得懂就好了。那适合他桌子，3个，你真的又想断腿了你，气死我！好，你们知道我在问什么就好。适合挑哪一首？挑吗？适合挑，对，适合挑哪一首嘛？对不对？正常操作。奇怪，为什么？我花了发。好，适合错字。你们这群人真的完蛋！你们10月18号，你们真的欠揍。因公ว่า是无中。波多用的少年郎哦，好，你们都投起来，有啦，你们是有用的年轻人呢。再来一句，新来的朋友，这是正常。谢
谢雪玲哦，我谢谢你哦。哦，高几率水灵又被盗账号了。皮皮，他们欺负我，皮皮。那欢迎来到点低钙冰德刚小店的杠楼。我们今天要快点，很迅速的把就是那个吉米奖的演唱实力奖的指定曲。大概挑选几首再来唱歌，对，然后现在我就跟大家稍微投票一下，就是你们觉得我适合唱哪一首，或者待会您听看看，你们大家听完之后觉得说，哦，猪猪可能比较适合唱这一首，欢迎留下你们的意见投票。那至于就是那个选项上面的那个问题啊，猪的吉米讲指定曲适合调哪一首？那个对我刚被盗账号，那个不知道谁盗账号，那个打错字吼，真的太可恶了，对。谢谢你们，皮皮，把左边的物理超度啊！对，这个对皮皮，我跟你说，他们真的是很欠揍，他们真的10月18号真的要被我揍了，你知道吗？来感谢皮皮的观众、与会的观众、贵宾们。对，如果您想被揍的话，请务必把握最后2天我们的募资计划，里面其中有一个7500块以上的选项，好赞助下去，您就有资格被揍。与会的观众，请问你们想被揍吗？我真的好有礼貌哦！与会的观众，如果你们想被揍的话，请务必我们7500块准备好。但是7500块准备好，我们是有加购1拳资格好的这个特点，立即入手，没错。但是记得您3200的 V Stage 演唱会好的这个票还是得买到，对，我们童叟无欺。好，至于这个1拳特点，好。你们想准备什么样的刑具，你们自己决定，好不好？我们这个超度手指虎，听说是本频道的那位长官，对，那位很想被揍的长官，他说他要准备超度手指虎，好不好？对，那到现场你们准备什么，我就揍什么，我就打什么，知道吗？我 got it， 我 got it。欢迎你们的降落，不像皮皮是要抱抱蹭蹭，皮皮抱抱蹭蹭都来不及了，怎么可以揍你，对不对？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响应，我们真的是250块就可以赞助本频道的这个最大的募资计划，已经倒数第2天了，倒数2天了。然后也谢谢大家帮我们冲破了第2阶段的解锁哈，真的非常的感谢，谢谢你们。然后QQ 你好，欢迎降落。然后有乔轩我知道，谢谢你。然后每首歌都再来投，没有歌听完。好的，那我待会马上开始。欢迎来投票。是的 ，Hiko 桑伊拉塞，然后张力的伊拉塞啊，是我们的马克先生，欢迎降落。OK， 然后我看一下哦，主播要走心，就他们很奇怪，他们想被揍，然后又想走心，他们真的很难搞，你知道吗？艾伦伊拉塞，欢迎，想被揍的欢迎与会的观众们，7500块加购起来，知道吗？好羡慕。薄荷，奇怪，我真的觉得我一下子不晓得你们到底有没有加购，你们真的是很爱骗我。震惊3分钟他就翻车了，他们速度比猪还快吗？有这么可爱吗？子妍姐姐Robert 想，如果没有刑具的话，我就徒手揍你啊！看你们想怎么玩啊！当场告诉我。欢迎降落子野先生。然后是我的阿崔，我不晓得他会不会莅临 B Stage 演唱会。阿崔也是我可能揍不太下去的其中一位。阿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获得了我们 B Stage 演唱会的 VIP 票，我至今不敢问他，你知道吗？因为我担心我真的要揍他，我揍不下去。阿崔这么乖，阿崔应该不会有奇奇怪怪的性癖，对不对？但是感谢阿崔，我们12万的套组吹了起了，那婆是要吹了哦，阿崔，对，我相信我们在那个被揍的那个队伍应该是没有看到阿崔，对，毕竟我们阿崔正常运作中，我们阿崔不是奇奇怪怪的观众，我的观众是好奇怪哦，你看这种往目的。他在挖，没有办法，我们可能就中原普渡这个时节，可能稍微迎合一下、应景一下啦，吼。对，因为本频道基本上在推广这个本土文化，我们本频道观众也真的是非常非常配合本频道的这个氛围，无时无刻就可能想要超度谁，或者是那个海边解决，或者是山上解决。然后听说山上那个摄影机比较少，所以对，尽量在山上解决这样。对不起，刚被盗。对，这我被科普的哦，这不是我知道的哦。那个是谁？那个汤包哥说他住山上，要处理都是在山上处理。对，在羡慕什么啦？小被揍了快点7500，站住起来，只剩最后2天喽，知道没有？
然后这台可以做粉丝哦，真的啊！我伯的好小哦。我们 B Stage 演唱会即将在今年的10月18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跟大家盛大的举办起来了哈。明天晚上不要回家，不然决定你在你身上，这为什么在翻车？子妍姐姐，好，你们身体都要顾好哦。那个腰，那个杭州的喜外有那个，而且我在今年的 B Stage 演唱会，我真的要樱花感谢大家了，我真的要把那首开车神曲直接唱给你们听呢，感谢你们的解锁。然后是享受美女的飞雪是没关系啊，但是你老婆在线上啊，她现在看起来很火啊。汉克老师伊拉塞，感谢来到猪猪的频道。对，然后刚刚我们迎来皮皮以及他的观众的降落，好不好？谢谢你们。好，那么总之呢，我们开启了这个问答，也是要等到猪猪大概唱完4首，对不起，我的数学有问题。我们尽快的来把这4首唱过去，然后如果你们觉得我有特别适合唱的，请告诉我。虽然说我心里面已经有心头好了啦，对，大概知道想要丢哪一首，然后最后就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250块就可以赞助我们的专案，谢谢大家，你们等我一下，我们来准备一下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是稍微的跟大家投票一下，然后把金咪奖的指定曲都唱一轮，但是我可能会反复唱，然后接着也感谢巧巧帮猪猪调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该怎么讲软体设备吗 ？Hello， 喂 ，Hello， 喂，你们现在有听到我的 echo 吗？起码5外 echo 箱嘛，会不会太大太小？就是 echo 的 reverb 会不会太大太小？可以帮我注意一下吼，它会不会太大太小声？我先从这首歌开始好了。这首歌不是我的同温层，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唱它，觉得它好难唱。来，我们先，我笑不就好，用台语讲好奇怪哦。寂寞就好。然后我聊天室呢？等一下，好，笑不就好。然后一下，有吗？有还可以吗 ？Reverb， 嘟嘟好香肠你好，安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都来了，250块，欢迎赞助下去，我们倒数2天的募资时程哦，来都来了，赞助吧。你说伟伟叫我吗？没有，我刚有叫到 BB 吗？刚差点以为在叫喂。对，两贝老师伟伟，我跟你讲，小心两贝老师偷第一台，我跟你说大家最近我们团队的肝真的都无限自行修复，只能自行修复了，肝都没了。来，我们寂寞就好，这首歌对我而言真的不是同温层，好难唱哦。来吧，听一下哦。看一下哦。我放掉。大宝老师果然在潜水，我就说我们伟伟在潜水，你们乖一点，伟伟在看哦。老师，老师，小时候我们叫你伟伟啊，我觉得有机会是不是 ？VIP 购买资格，现场出示才能快速入场，没有错，感谢飞雪，感谢，有付了2笔费用，一笔确实 VIP， 一笔对啊，这样就 OK 了，好不好？感谢买了双人，好专情，好不好？买了3个人，哇靠，好像是一名厨师啊，一只好专情。好，来咯。好，
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对着镜子我承诺，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死不了就还好，我寂寞寂寞就好。你真的不用来我回忆里微笑，我就不相信我会笨到忘不了赖着不放掉，人本来就寂寞的，借来的都该还掉。我总会把你戒掉，还是原来那个你，是我自己做梦，你又改变什么？再多的爱也没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障因果，会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早点看破，才看得见一楼。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死不了就还好，我寂寞寂寞就好。你真的不用来我回忆里微笑，我就不相信我会笨到忘不了赖着不放掉，人本来就寂寞的，我总会把你戒掉。OK， 伴奏可以再大声一点吗？等我一下哦。哦，不好意思，所以你们，等一下，所以你们刚刚伴奏很像都比较小声，是不是？等一下，不好意思哦，我确认一下，我先把下一首开出来，等我一下，我确认一下。这个还蛮大声的。等一下，不好意思，我看一下从哪里调。哦，好，应该是这样子。OK， 是没有用的年轻。好，刚刚的那个伴奏的 balance 应该是比较好。不好意思哦，所以你们刚刚听到伴奏比较小声，对不对？我自己听了觉得好小声。才属伊拉塞。觉得中文跟台语歌一样好听呢，甚至更好吗？真的假的？我常被笑说我中文歌唱得很老派。好，这个是我觉得不是我同文层的，寂寞寂寞就好。谢谢高枝老师。然后接下来
也谢谢皮皮还在线上，然后猜数一拉赛，然后好感谢雅雀有帮猪猪听那个没有用的年轻人，伴奏是比较小声一点嘛，好，有唱出猪猪的风格嘛，好好听，谢谢，那么下一首你们帮我听一下是不是没有用的猪猪？来，我们下一首我找一下歌词哦。当然我自己有心头好啦，就是我有其实大概想说我想投哪一首，不过我觉得还是跟大家一起就是聊一下，然后看你们觉得我是不是有更适合的。他们说我是无路用的少年人，无路用少年人。我龙用，因为主持声音很浑厚立体嘛。谢谢阿吹，所以刚刚伴奏被我吃掉了，不好意思。老费哥好不好听是分开的，老费哥谢谢啦，感谢啦，感恩啦。然后为什么下一句就开始凑我飞雪？也谢谢薄荷，老派是特色，最近流行复古怀旧风。的确，我自己有发现到。好来，因讲我是无路用的少年人，当吹落去。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好，我喝口水。对啊，连造型优有卡都是什么苍蝇拍蓝白拖。讲到这个，其实我有发现，就是最近复古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但是很巧妙的是，我观察到，就是喜欢台派的受众群，其实基本上不太会来看 B 剧本。对，很有趣，对不对 ？OK， 那个是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来，我们下一首歌。这样伴奏应该有比较大声了吼，我还怕太大声你们会被吵到。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
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感谢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然后欢迎 CCK 老师，我们感谢 CCK 老师说妈祖托梦给他说要支持猪猪频道，所以今天我们的祝塞这首歌的原创曲释出之后，我们 CCK 老师说要带去给妈祖听。谢谢 CCK 老师，好顶哦！龙飞伊拉塞，然后秋花伊拉塞，然后真伊拉塞，我看一下还有谁没有打到招呼。应该就打到招呼。如果刚好你来了，我没有看到，你可以再多刷几次。然后 Benson 伊拉塞也欢迎哦。然后啊，我就刚刚在跟 CCK 老师聊天哦，你要去给妈祖听吗 ？OK， 这么刚好，我明后天要拿去给那个关帝庙祝生娘娘听，就觉得这个对话超好笑，你知道吗？对，因为 CCK 老师也算是跟神佛蛮有缘的，然后他很可爱。就之前他有跟我们分享说，妈祖托梦给他说，一定要支持猪猪频道在文化推广这方面一定要支持起来，太可爱了，你知道吗？对。所以刚刚我就应该说这两天就是稍微的有发一些就是我们原创曲的一个邀请的讯息，好，欢迎大家来听。然后我有特别感谢 CCK 老师说谢谢他这么相挺我们频道，然后还赞助，然后还有就是赐予我们就很帅气的画图画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他要就是不知道今天首播下午是不是有机会就直接带去给我们的妈祖听，但是没有关系，一切随性随缘这样。谢谢老师啦，谢谢 CK 老师，然后球馆伊拉下，水上又伊拉下，谢谢你各位来都来了，赞助一下吧，250块就可以成为文化传承的推手，倒数2天。然后这里也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2倍老师，我们伟伟，我们小伟伟在线上吗？我们小伟伟加码10000元购物金，快点抽起来，在我的那个置顶连结。聊天室置顶连结，我们10000元购物金绝对不好小，扬声宝的好不好？对于您各位音乐人，或者是我觉得有在开台配信的大家，应该都是非常好用，欢迎大家
快点转贴起来，留言起来，好，1万元购物金哎，是不是？感谢加码小伟伟，老师也觉得我皮在痒了。哎，是我们的 Map 上，感谢 Map 上也是支持我们38000块的这个套组。但是我相信 Map 上应该没有奇怪的嗜好 ，Map 上你应该不会就是已经抢到那个 V Stage 演唱会的那个 VIP 了吧？因为如果你真的抢到的话，代表你有资格被揍。但是我们 Map 上是熟男，我相信本频道的熟男们基本上应该不会有奇怪的性癖，对不对 ？Map 上，好。但胡说八道，为什么你的负债好有减少了？但是刚刚就你之前不是存款50万，现在怎么变负债40万？好，可能有投资些什么东西吗？就不跟你打招呼吗？没有啦，胡说八道，我看到你了啦，胡说八道先生，对，接现身嘛，也是个神明接现身，是没有错。谢谢你们有回复贴文的，然后参加抽奖的，大家热闹一下。好，在这次的抽奖，好，除了感谢就是我宅的大宝老师，就是我们这次的第2B 的爸爸制作人加码之外，那猪猪也会在这个礼拜3晚上最后1里路的冲刺，好的配信，好为大家抽出好这几位幸运的得主这样子。你有打算让迪卡打？因为我怕你的手痛吗？没有。盛虹，可是我觉得你买的那个数字基本上也是有符合一拳特点嘞，盛虹，你不要就是在这边讲的是这么的心软，然后到时候你准备那个狼牙棒，我真的不晓得从哪里夯起，你知道吗？你就不要真的给我准备狼牙棒过来。之前是存款负50，好，胡说八道先生，你最近是有参加什么投资案是吗？好啦，总之啊，祝福大家投资顺利哈。来，接下来下一首歌，我们来，我真的觉得我们好棒，大宝老师好棒，我们丢比团队好棒，音乐老师好棒，台文校正的老师好棒，大家都好棒，因为我们真的冲到最后一刻哎，我们真的在两天就要结束了，这3个月过得超快哎，妈呀，大家都好棒。来炙烧一下，大家都需要被炙烧啊！这个门票交 VIP 没有吗？好 ，Map 上没有关系。不晓得我们旅会的熟男们对于我们这一类比较算是突破以往展演形式的演唱会演出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基本的门票800块就有了。对，但是如果说您想要有一个 VIP 的资格，还有 VIP 很可爱的周边的话，欢迎购买我们3200的 VIP 资格。对，这个就有握手会含在里面这样子。对如果想要被我揍一拳的话，可能必须再加购7500块以上的这个专案套组，好不好？大概是这样子，绑在一起卖，谢谢大家。可以让别的那个没有福利小福利，谢谢福利小，咬我啊！来。没事，刚背到。我们下一首歌《炙烧的爱》，谢谢大家。我快先唱歌就好了，我不要理聊天室，我就赢了。好，对，就这样，炙烧的爱。你们帮我听一下《炙烧的爱》，等我一下啊，《炙烧的爱》先比较大声，等我一下，《炙烧的爱》它非常的炙热。好，《炙烧的爱》的这个 balance。应该是差不多可以了。好，只要我制造下去，我就赢了。没有皮呢，喝口水。挚爱，来吧！哦，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吧。It's all I can is see this falling and down。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现在
痴呆，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为什么我的面部没电了？你是我的面部，为什么你没电？为什么没电了？啊，充电线啊，不是插着吗？你为什么没电？你给我快开机，不要给我装死。我看着你装死在那边，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面部？为什么你要让它没电？我不是插着充电线吗？气死我了！ But no, this all I can be seen is falling and down。我也蛋疼了啦！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面部，为什么你插在前等待？你看着我，可是你依然不肯开机。你到底怎么了？你的电不是插着吗？笑着却等待，我心里却空无一人。我默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面部，也是我的痴呆，笑着却等待。为什么你不开机？啊，苍心先生已来，等一下，好吵！小西先生，谢谢你的到来。奇怪，我的明明有电啊，为什么他突然不要理我？我就不能好好的炙烧一下我的爱吗？苍心先生跟华夏催泪，苍心先生，谢谢你参加本频道的这个募资专案之外呢，辛苦了，我自卡雷萨嘛。昨天大家有看吗？超级紧张刺激的耶，从8强4强到冠军赛，因为猪猪其实本身晚上是比较没有办法开台的状况下，对，但是我还是时不时就可能看一下现在的战况如何。妈呀，超紧张，好赞的企划，我苍心先生，对，感觉你的肝也烧完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期待有类似第2届的东西，超赞，对。而且真的很开心，苍心先生其实对猪猪的 IP 也超级挺，对，只是因为我真的是太边缘了，然后作息太正常，所以就见红就休之外，然后晚上还没有办法开台，或者是没有办法可能跟大家联动的这个状况下，对，谢谢你们，对，极致吗？嘞，没办法，他刚不理我，好，我的面补出现了，我们来校正回归一下。好，太棒了，水灵宝贝，我觉得这个可以来精华一下。虽然说这个不能参赛，等一下，这些是我习惯的猪猪。等一下，瑞后，不是我的面补插着，它怎么了？随心所欲拉塞，然后感谢不好意思，献丑了，对，我的面补它坏。等一下，有那一位，对，可能那个充电线是不是最近被我抄到，很像他那个。对我调整一下，只有伊拉塞插着没有充到的可能是手机有问题，那你们觉得可能没有开机？等一下，有他现在在充了，他现在被插的满满的。等一下我在讲什么？等一下，老婆不准，我先用18也可以用大声到，那现在听得到哦。那个阿亚桑国面大赛，对，然后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面具道士，好，金妈桑不用选了，等一下。不是，我觉得这个拿去翻车奖可以啦。这个水灵宝贝这一下也可以翻车奖怎么办？要这么棒的精华，天哪，水灵宝贝，我们这个也可以捡翻车奖，哇靠！没关系，我们还有最后期限，因为我礼拜4就要跟大家请个假，好，请个假闭关，我们那个金币企划跟那个精华要快点闭关一下。谢谢夸奖你祝福募资顺利吗？谢谢苍心主播，谢谢。然后我们快点也给苍心主播一个非常亮、非常大的板手，也感谢苍心主播，然后辛苦了，期许还有下一届，对，期许还有下一届，顺便把那个头发
有我今年有要投翻车因为我今年觉得说，反正就且投且珍惜，所以我跟水灵宝贝还有其他的一些 V 朋友大概有聊一下，我如果顺利的话，大概有7个奖项可以玩可以投，对，但是是看说我有没有那个灵呀，我有没有那个肝可以烧到7个奖项都投这样子，对，好，真的还也是很对啊，我觉得真的是太紧张了。可是虽然说我可能就是在晚上我有很多事情要忙，可是就是可能放在那边当那个背景音乐，我会跟着紧张人家在投票那个差距瞬间真的会哇妈呀，就一下前一下后，一下前一下后，真的是天哪，超紧张。对，总之恭喜张馨予完成了一个很棒很棒的企划，对，超级赞。对，我们一起加油，就说今年都有很多的企划要跑，对。没有打算让你打，因为我觉得你能力范围内。好了，谢谢盛虹获得了我们一拳特点，但是舍不得让猪猪打，谢谢。然后也感谢我们马克先生送出了一个会籍。好，至于我们是不是要转换一下，把这个翻车奖投到这个奇奇怪怪的这个面补不理我。我跟他们讲，我这次的翻车奖真的跟面补都很有缘，真的超级有缘，所以说。这个面补的这个状况，其实关于面补的翻车，其实是可以2个片段剪在一起的，对，其实是可以剪在一起的，只是我可能跟水灵宝贝稍微再思考一下，到底要怎么玩这样子，对。现在是要那个全冠春季，苍心先生，我觉得去年有办法双冠已经很不可思议了，我觉得今年度呢，我觉得就是跟大家一起参加，好玩就好。对，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你只要有办法带回一个奖项，其实就很厉害了。那有办法可能再多带几个奖项，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550波比。好，那个关帝庙的神明可以来拜一下，或者我们高雄宝珠沟这边的土地公杯也当来拜几嘞。好，或者我们高雄的那个凤山的天公庙，好，玉皇大帝也是非常的灵验。好，谢谢大家，都非常照顾猪猪频道。然后 CCK 老师今天也要去妈祖宫那边，好，帮我跟妈祖。帮我跟妈祖请安一下，真的非常感谢各位众神，这样好。最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最后倒数募资企划只要250块就可以参加。对，至于刚刚的翻车，忘れちゃおうみんな当作没有。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 Double 老师加码，对，庆祝100人突破。好，我们的这个募资人数，谢谢你们。然后我们Double老师加码1万元的养生宝的购物金，好，不管是主播们，或者是音乐老师们，或者是观众们，购物金1万元哦，好不好？绝对不好小，欢迎大家参加起来，在我们置顶连结哦，好不好？可以先看其他那个精华都完成，有没有问题再多？对，宝贝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们会真的是一路抄到9月初，要有心理准备。好啦，至于可能我们之后怎么剪，我们再讨论一下。对不起，大変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我们的炙烧的爱，我们再一次。面补应该不会再玩我了，我确认一下，应该是不会了。情绪都不见了。这首炙烧的爱是很痛苦的，是很声嘶力竭的，是一种就是想爱你爱不到，你怎么不知道我在自焚？你不晓得我多爱你，爱到我在自焚的这个心情全没了，你知道吗？来，下次回去一定过去请安吗？好的，马克先生 ，OK 的。这些神明其实都很照顾我们这一群凡夫俗子。盛虹，你那个少一个零啊，好不好？盛虹那个大佬的那个币值跟我们不一样了哦。再一次。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I feel like anything is falling.
and until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倦怠。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指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灵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feels so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until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倦怠。最后那个流口水应该是不会被扣分吧，我也不知道。这首歌很挤很赶，每次都是找不到那个我哪里可以吞咽口水。然后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感谢我们黄文祥先生，加入我们募资计划。好，虽然说不晓得是哪一位观众，可能是走过路过，来都来了，不如赞助一下，谢谢。我在后台又看到我们新的赞助了，我们现在赞助人数来到112人，捧阿下催泪哦，真的赞，谢谢。好赞哦，真的是走过路过，来都来了，250块，赞，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倒数2天的时间，好不好？对，来，我们支持一下，250块就可以，好，成为我们文化传承推手。武谦老师也出现了，轩怡拉小爱，谢谢你们。没有水了，来，我们把第4首歌。口水声也是一种加分项吗？不知道呢。对，但是我觉得，因为以我的个性，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今天就丢影片啊，可能就今天唱一唱，明天唱一唱，后天唱一唱，不死心，你知道吗？可是今天我觉得差不多可以请大家帮我听听看了。来，下一首《久住青烟》，不是那个数到10，都是你们啦。我们礼拜3要开中原普渡歌会，这首歌莫名其妙变成了中原普渡歌会的必备歌单，只能说不愧是我家观众。极致歌后吗？不，我不及他们，他们才是改歌词大王，你知道吗？把这首歌改成了6柱纷飞9柱青烟，太屌了。然后是鸡筷子帮你寄水嘛？哦，没关系，我家有水，我家还有饮水机这种东西，还买得起水，没事，好不好？来，数到10，我记得他伴奏好像也比较小声一点。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好，你们等我一下哦。数到10，这个伴奏我调一下。
觉得可以再大声一点哦。好，来吧。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告别。不同的时间，没有错与对，仍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写，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两颗心三分想念，厮耍过五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十分怀念。久住青烟。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两颗心三分想念，厮耍过五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爱上一个人，两颗心三分想念，厮耍过五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十分感谢。谢谢大家，久出青烟。等一下，为什么有油压的蝴蝶？而且居然是来自于马克先生。我觉得你们必须清醒一下，因为我要刚好就装水栽花，你们必须让某些东西先蒙蔽你们的双眼，先洗脑一下，让头脑清醒一下。普阿家追了，来，我们最后倒数2天募资，被蒙蔽起来 ，Go Go Go！
水开啦，猪脚吞足鸡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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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脚吞足鸡调味，哔哔哔哔哔，哈哈哈！我没有收钱在猪肉，我75C 童叟无欺，谢谢大家，就可以燃下调哔哔哔哔哔哔哔，油压的蝴蝶，这个感觉会出现在那个如果是大高雄工业国的话，大概是那个九如路的那个某个路段啊，对。北部的话我就不熟了，听说是龙山寺那边是不是？这个我不熟。对我们这是很纯的，我们这是优雅的蝴蝶，好不好？对不对？谢谢大家。然后
4首歌听完之后，我现在发现大家很像倾向于滞销的爱哦。然后第2名是无路用的少年人，第3名是笑不笑不就好，第10名久住清香，不对，久住清烟。好，其实我觉得，好啦，如果是猪猪的旧观众听猪猪唱歌唱久了，就会知道，其实我很喜欢去唱一些跨度很大的歌，也就是说，有一些情绪张力很撕裂或者是很激烈的歌吧。刚好这次有8首指定曲，我挑了4首出来，然后果然我的心头好，真的就是炙烧的爱。对，只是我在想说，是我自己喜欢唱，不见得适合唱啦，才觉得说，好，那就跟去年一样，稍微也给大家选一下，觉得说我比较适合唱哪一首歌。结果像目前像大家都觉得，哎，我的心头好，好像真的还蛮适合丢出去的。对，是的，我回来了，来都来了，250块赞助起来，谢谢大家。最近来都来了，很红啊。对，所以我在想，可能没有意外的话，最近我们把握最后几天，我就是会疯狂去把这首歌一直不断的无限唱，然后唱到觉得，哎，今天滞销的差不多了，然后差不多可以来换其他的歌曲来唱，这样子，跟去年差不多的感觉，这样子。去年像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对，谢谢你们。所以呀，好，我们先让救护车过去一下，我们救护车又来了。然后你们等我一下，我现在试着把优雅的蝴蝶。等一下，救护车，等一下，送多送实体，不要，福利熊，我没有要那个实体。好，你们等我一下。优雅的蝴蝶，不好意思，我们救护车在经过，你们等救护车过去一下。他使命必达，他现在要努力的使命必达一下。不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仍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好 ，OK， 好，我们救护车经过的同时，你们先帮我听一下这个差别。现在我这个声音是有 echo 的，但是我现在这个声音跟之前有不一样吗？现在这个状况你们也听得到 echo 吗？现在怎么听都是有，你们不要再有压的蝴蝶。这首歌已经变成中原普渡的歌单就算了，还要这边有压，有循环 ASMR， 所以吓得你打错字，好，伟伟没事，我莫惊莫慌。你们现在只要帮我听一下，我现在的声音跟之前是 OK 的吗？因为我现在再看一下那个我的监听，如果先关掉，我再唱看看的话，一丢丢不一样吗？好，谢谢欧蛋先生。那现在我回到了，就是刚刚我唱歌的状况，那是这个状况比较 OK， 还是我把监听关掉的现在的这个状况比较 OK 呢？你们听下来是觉得怎么样？不要再油压了，你蝴蝶压下去，它整个人就飞灰烟灭了，它整个人就真的是久住青烟，燃烧生命了，整个魂飞魄散。我跟你说，我现在是把监听关掉的状况，你们听得出来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在想说，不晓得你们听起来的品质怎么样？那如果说没差的话，我这次先把监听关掉，再来唱看看这样子。因为总觉得监听关掉，我很像还是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就好酷哦。这些设备我都不了解，好可怕哦。刚刚那样好像比较好吗？好的，我注定要听我的声音。那这样子的话，你们等我一下。优雅。吸引没有
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好，比较优雅，我不要理你们，在那边给我优雅。好，我们再至少的爱一次哦。我就是最近记忆体会不足，等一下为什么他突然记忆体不足？你们等我一下，我可能开太多程式了吧。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不同的时间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好 ，OK， 我现在把大家聊天室抓回来了。那我们再来至少的爱一下吧。然后不嫌弃的话，走过路过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置顶链接后，有我们的我在加码的万元抽奖金的活动。以及我们250块就可以赞助本专案，但是我怎么觉得我们救护车又来了？奇怪，最近我们这边是怎么了吗？不好意思，我们等一下下一辆救护车应该要呼啸经过了。哎呦，好，我们救护车又要呼啸经过的这个同时呢，等一下哦。自由穿梭在花蕊，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道别。好，我们救护车目前感觉要呼啸经过，我等它经过一下，还是说它又是不一样的路线吗？这个就不知道了。等它呼啸经过的时候，奇怪，它有没有过来啊？好，不管它有没有过来，先看这个吧。最后一里路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 Juki。那迪卡呢，目前跟我在大波老师一起在筹备这个首张的台语专辑，叫做第二 V， 好，忙您来看行哦。然后目前呢，我的3D 募资演唱会计划也只剩下最后一里路啦，请各位跟着我们一起冲到最后，港文港下多啦哈！迪卡屯 Juki 第二 V。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若相逢，拢会练紧照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山吞马祖。请妈祖波比，我们的募资专案冲再冲，最近真的很干热，外出奔波注意补水和电解质，真的超干热。好，感觉那辆救护车应该没有要过来的意思，我快点趁现在再来介绍一下大家，不好意思久等了。来，挚爱，这歌好难唱哦。然后目前挚爱跟波斗因为少年郎，位居冠军。那我再把至少的爱唱完之后，再来唱几个波斗因为少年郎再麻烦你们帮我听一下咯。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明理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吧。It's so like everything'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呆。
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手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it's all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倦怠。我应该可以吸口水了，对，这里应该是不会被扣分啦，应该啦 ，maybe 吼。哦，炙烧的爱 again， 我们炙烧的爱 again。谢谢瑞红是我们的笑乐，笑乐，笑乐，谢谢笑乐的莅临，感谢与会的贵宾，我们一起欢迎最美的樱花女神笑乐。笑乐这次也非常积极的参与本频道的募资专案，谢谢笑乐，来都来了，赞助一下。等一下，为什么张立德我没有说可以被踩？等一下，而且张立德突然站住三枪，偷来，不好意思，我移动一下三枪。等一下，张立德为什么？等一下，谁跟你讲说没有绿箭，没有要踩人，没有误会了，没有这种东西。但是感谢刚下列狗巴抠。张立德，就是你如果真的很想被踩或者被踹，欢迎我们本频道的这个募资专案，可以赞助7500块，我上次讲的750块，7500块可以加购我们10月18号在 V Stage 演唱会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一拳特点，给我爆一棍，给我爆一棍，金一棍，我是金哦，是金一棍想要被揍的与会的贵宾们，除了您要购买我们75C， 对不起大哥，除了您要购买我们这次 V Stage 演唱会的 VIP 资格之外，敬请加购本频道募资专案，这 QR code 扫进去之后，赞助7500以上的专案，您就有资格获得一拳特点，想被拽、想被踹、想被揍，刑具自己准备好。分かってる？分かってるよね，ボヤたち。好，刑具自己准备好，我期待在那个被揍的队伍里面可以看到你。好奇怪哦！对，本频道的会员们都是，对，他们是很熟的熟男，然后也很奇怪。谢谢大家，我吸个口水。好方才是炙烧的爱，炙烧的爱。那么呢，没用的年轻人的部分呢，刚刚因为跟炙烧的爱位居同一个趴数，温哥来请几拜贺啊！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遇到之前，他们经常看未来，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知东的什么忘记了？一拳特点太棒了！他哇，你也是我做不下去的其中一位啊！好期待啊！不是我在讲什么？来，我看一下音乐大小声。这有点大声。年轻人，而且要录这个，我还要确定一下我的那个皮有没有抓到我自己，因为我在唱歌的时候真的 iPhone 面部抓不到我。对，动幅实在太大了，我尽量
不要动得这么大。面部你乖乖的，不要再让我改词了好吗？啾咪啾咪，阿斯阿斯，来，我们来年轻人一下。等一下，我刚刚的挚爱我没有，我刚刚的挚爱我没有放在歌单上，画了发。我刚刚的挚爱我忘记了。好，还好没有用的年轻人，我有发现。好好什么啦？薄荷。好。因讲我是无路用的少年家呢，真正有这样无路用吗？咱来唱看卖影咧，吼。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刚刚差点又看错行，的确是看错行了，没错。好没有用的朱迪卡哦！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
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是只敢这样喃喃自语。喃喃自语，难上加难，相辅相成。喝口水，休息一下。ちゃちゃいなさい。とばちゃんいなさい。とばちゃんもそろそろ休み時間のかしら？だよね、とばちゃん。お仕事お疲れ様。OK， 谢谢大家帮助我投票。果然心头好的至烧的爱吗？所以我们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嘛。我不是英雄，我是猪。英雄给你们当就好了。哦，Hiro さん、这位 Hiro さんいらっしゃい。台北から福岡に戻りました。台北に行きました？もしかしたら FF 回答に行きましたか？めちゃくちゃ暑かったじゃん。だよね。お疲れ様。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つか、私、行ってなかった。行ってなかったけどね。行きたかったけど、忙しすぎるから、今回は行けなかった。また今度ね。まあ、とりあえず、また台湾に来てね、トンバちゃん。面线所见略同吗？没有错。ですよね、トンバちゃん。めちゃくちゃ蒸し暑かったよね。蒸し暑いよね。台湾はね。台湾很热呢。东马先生是住在福冈的日本朋友呢。对，小 J 是应该是来的那个台湾的 FF 呢。对，怎么又就奇怪？我们家这附近是怎么了？有什么事故吗？也太频繁了吧！今日の救急車はね、怖い。まだ来てる。みんな聞こえる？救急車の声。声じゃなくて音かな。别の方向に行きました。好像又不是我们家这边的方向，是不是？好像又去其他方向了呢。我天哪，希望一切平安顺遂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好频繁哦！今天我们家附近救护车好频繁，突然觉得不太安心。OK， 刚好又是中原普渡啦，所以总是会多一些联想。好，谢谢大家，来都来了，谢谢你各位的赞助，只要250块，好，最低250块就可以支持本频道的专案，倒数2天咯。只能说，やっぱりか，中原普渡呢。好，我们趁现在那个救护车好像应该又暂时没有要通过的状况，我们再来至少的爱一下。我就是反复的一直唱呢，一直唱呢，没有封面诈欺呢，对，就是一直唱。天气太热，大家多喝水，是，超级热哎，这是一年比一年热，老师也是哦，多补水好不好？对啊，出动好多台车。太频繁了，好可怕！哎呀，抓！哇！说到这，大宝老师，我今天那个练拳的时候，刚好有照那个耳机的照片了，然后我有故意戴着耳机练拳，它真的怎么动都不会掉哎，好神奇的耳机哦！运动型耳机果然是怎么动都不会掉呢，太棒了，感谢！哇！一拳特点的各位可以期待一下，猪猪今天又照了什么拳击照呢？没事，多喝水。20猪猪爱相随，谢谢小天，感谢小天。
是的，是的，我们募资最后一里路了，我们倒数真的是最后2天，只要250块就可以赞助起来。对，今天的我依旧在这边滞销，好用，超好用，老师刚混刚下 no 啦，超好用，滞销到我觉得我可以换别首歌了再说，而且我会滞销到礼拜3吧。但是如果礼拜3我滞销到最后还是不满意的话，不排除礼拜4会加开啦。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把时间留给企划书了，再加开。我觉得可能我9月2号就飞灰烟灭了吧，就是企划书出去了，我的人生可以直接毕业了，不是 VTuber 毕生毕业，是人生直接毕业，救命啊！来吧，好忙哦 ，OK。但是好踏实，真的是忙到最后一里路，最后一个礼拜了。我确认一下，我们刚刚的伴奏大小声都 balance 都 OK 吗？滞销的爱啊，没用的年轻人等等的都 OK 吼。没问题的话，我就不更改喽。确定是可以吼。因为我去年就是在投那个也可以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伴奏都太大声，就觉得花了发。但是还好，应该老师们。毕竟听力很厉害啦，伴奏有一些大声，应该他们还是有办法听出细节吧？我在想，这个不是我们的粉圆吗？可是你知道我真的不要你为你哭泣吗？哦，谢谢粉圆，感谢我公司所属是大虎商3剑客之一的粉圆出现在猪猪频道，谢谢，祝募资最后一里路，毛拎兰扛行，然后你们真的帮我扛行了，真的是帮你的 hockey， 谢谢大家。燃烧神教伊拉塞，谢谢你们对于募资的赞助以及支持。最后一里路了，来都来了，250块赞助下去，谢谢。好 balance， 如果 OK 的话，我就不再跟动哦，因为一样智商的爱，智商。可是智商的爱，等一下，智商爱我要调整一下，这样。你们等我一下，哒。而且最近我的那个铁的这个悬臂啊，该换了。就是其实虾皮上面很便宜的都有，因为我发现它快断掉了，很惊悚对吧？好 ，OK， 就这样的一个 balance 吧。至少的爱，然后，而且我的面部真的是常常。我真的是洞幅太大的一只猪，所以它常常会面补不到我。尽量调到它面补得到我。好，喝口水。好棒，好踏实哦！刚好我们募资就到这个礼拜完成，很多东西都可以好好整理一番。老谭。老谭，你乖，不要这时候吵猪猪。啊嘟啊嘟啊嘟，好。哦。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feels so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这等待，爱。
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体留着你。But it'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真待爱。无限巡回，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好了，没有要再唱了。无限巡回，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可以不要那个癌吗？好可怕哦！你们知道那个癌症啊，在台湾真的是年轻化到不行哎。对，所谓到不行，真的是已经非常年轻化了。所以与会的贵宾、与会的熟男们，你们都要注意一下。对。所以就可能已经不是可能壮世代或者是长辈们的专利了。现在好多东西都好毒，你们真的生活作息可能尽量健康，然后有一些食品类的东西，很多都是毒从口入。好，不止病从口入哦，有些真的是毒。然后没办法，我觉得像生活的一些环境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单纯了。对，所以很多莫名其妙的毒呢。然后还有那个生活压力，对，所以现在就是可能生病的人，心理疾病的人也特别多。其实这个已经见怪不怪了，搞不好大家都有，就是大家都有病，只是就是有些人会去面对，会用一些比较正向，晒太阳或者是吃对东西，其实也可以活化脑细胞，或者是健身。有些甚至跑马拉松什么的，会自己去愈合自己。但是有些比较辛苦、比较严重的，可能就得要靠药物。这些东西语重心长的朱迪卡关心你，谢谢大家。我的心，你的心没有交集，没有卡甲，有啦，那个卡甲嘛是有啦，跟有嘞，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我有迪卡，我已经真的假的啦？我动力在好小，这样 gay 啊，胡说八道。戒烟这种事情这么难，我爸戒了这个辈子，我爸真的是抽了一辈子的烟，他真的也是抽到大概，我记得他应该是50岁才甘愿戒烟吧，我爸爸。对，所以戒烟的人是，我只能说非常伟大，不容易。就像你要我戒到毕业了，不可能的代志，知不？你们的意志力都非常坚强，愿意戒烟的大家很赞。好，谢谢大家，炙烧的爱我们又完成了。对，那目前呢，果然大家也是觉得炙烧的爱很像比较适合我。九州青烟，我把它唱成了油压的蝴蝶，我真的是非常抱歉。然后我比较意外的是，居然九州青烟还，总之寂寞就好，我一直觉得我不适合唱它。但居然还比九柱青烟数到10这首歌还高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目前我们是挚爱略胜一筹。喝口水。好，上个月去开鼻窦炎，然后已经停1个月了吗？很赞，很赞。如果你们愿意戒掉的话，是好事啦，因为我发现那个就是一个依存症，就是
为大家压力都大，有些人的依存症是咖啡，有些就是烟，有些依存症可能就是手游嘛，就是大家会找一个比较可以让自己排解压力的方法。对啊，只是排解压力的方法其实很多种，所以就可能尽量不要让身体有太多负担的啦。但是真的是说的容易，做起来真的不容易。戒烟加油，朋友都说过，真的很不容易。然后马克先生，你戒咖啡，我天哪，咖啡要我戒掉，我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依存的啊 ？David， 我加还好我还可以喝茶，对，或者是咖啡，还有 BL 哦，好香哦。爱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是我的挚爱，想着却简单。武天老师也是觉得困难吗？是困难呐，对呀。大家共勉之。你是我挚爱微笑，你依赖。哇靠，小天，我们今天不是那个土味情话大赛啦，我们土味情话大赛已经过了啊，相信我们小天应该有领到那个奖状了齁。我们土味情话大赛真的是熟男们的情话，真不是盖的，真的不是盖的。好。前几天做梦到朋友递烟，你真直接，然后就吓醒了，是不是？哇，戒到连做梦都在抽，戒掉爆肝比较没办法，就像我可能也是要爆肝到年底了齁，我们一起爆肝啦。老师，你不会是一个人。来，我再来挚爱一次，挚爱完我们再随便看唱歌，大概唱到4点55分，我们要准备降落到今天我们原创曲的待机室。好期待哦，好紧张哦。来，再来治一下后。笑着却倦怠，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你是我的挚爱。我看着你，可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我今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唱看看好了，不一样的唱法试看看。面部你乖哦，不要再装死了。好，我们再来炙烧一轮吧。Come on， 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now，it's so I can't be seen, it's falling and down。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简单。我靠，唱错段，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it's so I can't be seen, it's falling and down。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
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这等待。那个就断掉了呐，气死我了！喝水水。好，那个断掉了，我要再一次，今天让你们无限循环滞销的爱。好了，陪我循环一下嘛。啊，最后一里路了，就连吉比想死线也最后一里路。可是我想，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这等待，笑着这等待。我决定要用比较另外一种方式唱看看，好像很好玩欸。那请问原本不是吃？我陈老师，你不要再吃饭了。我这次指定曲已经没有一首歌是完整的。面部手机别怪我了，没有办。好，是我实在是 iPhone 面部抓不到我，这个我承认。好，等一下，iPhone 面部抓不到我，迪卡太晃。会被撞到地上。哦，至于什么晃，我不好说，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的那个3D。啊死！来，为什么我今天老师的原来如此，感觉好嘲讽。好。因没有交集，飞行熊猫已拉塞，哪里晃？基础 C， 童叟无欺，谢谢大家。确实超晃，我也这么觉得，实在是晃到不可理喻，晃到童叟无欺。我们再来至少一次，我没有误会你。好了。今天真的是意外的，我又被面部搞了一下，没想到又有一个翻车奖的东西可以剪，希望我们塞得进去啊！好好玩哦！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像是你们的友军了啊！来吧，至少的爱，我们再次至少。等一下，我打嗝一下，我不要让你们听到。耶、yeah ！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这等待。什么话？不知道。什么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无可奉告。就这样，无可奉告。哦，哦 ，Come on。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势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我我不要看聊天室了，我不要看聊天室了，气死我！早知道我不要看聊天室了，好蛋疼啊啊！再一次，我不要看聊天室了。
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收拾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it'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且等待。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收拾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且等待。谢谢大家。这样的痛你们比较懂。就像牛妈说的，听说蛋疼这种东西女孩子不懂，所以蛋疼这种东西果然是交给男孩子才懂，知道吗？为什么要欺骗自己说不要看聊天室？我没有看了，我刚刚真的没有看，我很诚实的。好啦，谢谢大家，来都来了，250块赞助起来，谢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们必须被蒙蔽一下双眼，谢谢。迪卡囤足机钓味，迪卡囤足机钓味，只要250块就可以成为我们文化传承的推手。迪卡囤足机钓味，只要250块，得当成为咱专案的文化推手者。好，快点赞助起来哦！谢谢大家。是乌雅一南下，乌雅，你今年也要投翻车奖吗？乌雅是我们第一届翻车奖的金奖得主哦。乌雅要翻起来吗？我跟你讲，迪卡姐姐今年好翻哦，姐姐也要来投一下翻车奖。乌雅，我们要不要一起投？一起翻一下？我今年好多可以翻的，我的天哪！3分钟根本就剪不够呢，超翻！我们最后一里路，就连金币奖也是超死线。好死线哦！好了，我们来唱其他歌曲。我需要其他歌曲滋养我一下。
滋养。哦，等我一下。吼吼。好，我们来画风突变。翻不动了吗？不会啦，无雅，就是那个翻不动了。姐姐帮你翻，不是盖牌，不是，这边是 Seer 吗？你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都来了，250块赞助起来，我们只剩倒数2天的时间就可以成为我们这次展的文化传承推手，谢谢你们。不晓得我们在赞助什么吗？啊，反正就是那个赞助下去就对了，好像老鼠会250块啦，可以啦。对啦，是什么？那个专案 QR code 扫进去啦，是不是啦？不亏啦，250块啦，给你全世界啦，好不好？不会亏啦 ，OK 啦。好啦，欢迎了解我一下我们专案吼，在那个 QR code 扫进去吼，以及不要错过我们最后这个专案的最后加码抽万元礼金的活动哦吼，我们伟伟老师，我们 Double 老师吼替我们加码万元礼金活动，在我们上方置顶留言处点下去就知道了吼。就是实体可以那个翻车，对吧？可以翻车翻到金币奖也翻，难道我天生翻车魂也要跟你说吗？怎么了？我要唱其他歌曲了啦，气死我！我们其他歌曲来找一下。哦，画风突变一下哈。我看一下音乐大小声，等我一下。很像可以吼，但是咱直接来呢，咱你得先诶，爸爸咧。哦，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大海。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水泉，无云无雨，无风听海波浪，有水价，有田地。想要休困就倒转来，自由自在，无烦无恼。若是跋倒啊，就甲伊当作佚佗。跋跋咧，无啥代，爱跋跋咧，免去无歹哟。跋跋咧，免怨叹。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时间到我咧才注重机会，到我咧你相做，若是安尼时，又搁无法度放弃的话。目屎刺一个，头壳浮浮的，点来哟，跋咧，无啥代，爱跋咧，免去无歹，跋咧，免怨叹，爱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自在，无烦无恼，若是跋倒啊，就甲伊当作佚佗。咱探车脚，手紧仔赶，像细汉的时阵，啥物拢唔惊。咱探车脚，手紧仔赶，像细汉的时阵，跋咧，无啥代，爱跋咧，免去无歹哟。跋咧，免怨叹，爱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
说嘞，超喜欢这首歌，好好听。好，谢谢大家。今天陪伴大家唱到大概4点55分左右，我们就要降落到我们第2首原创曲的待机室了。好，来，接下来随便挑挑，随便唱唱了，来唱。这一阵子真的是练了很多的歌，就唱这首歌吧。等一下。完哦！哎，等一下，为什么变这样？我又按到什么了？我应该这次没有再按到 Ctrl 吧？拜托！等一下，什么鬼？好。听说今天妈祖伯会下来看我们呢，我们就来迎天候一下吧。哦耶！香灯脚会不会让你们回忆起被味道吐的回忆呢？情踏出星星的脚步，情你我有缘再相逢。扛着粉红色跑车面对逆风，心中抱着一粒勇。山前有山体，虽然小雨，教咱做人爱让步。今日去予白山吞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彷徨，免紧张，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山吞马祖。粉红色跑车面对疾风，好像太快了。踏出星星的脚步，情你我有缘再相逢。粉红色跑车面对逆风，心中抱着一粒勇。山前有山体，虽然小雨，教人做人爱让步。今日去予白山吞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彷徨，免紧张，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
上，也向白山吞马走。粉红色泡，正面对结风，拍得一日勇。山前有山体，虽然小雨，教人做人爱让步。今日起予白山吞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若像风浪，花莲金石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也向白山吞马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募资专案来到816362块，耶！变成16362块，我更改一下816362，谢谢你们的支持，我更改一下哦。真的只要250块就可以加入募资哦，112个人参与，谢谢你们。816362，等我一下哦。362。然后我觉得我肚子饿了，超直白。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的哇，好，进度条 OK。真正是最后的最后，最后的最后了。好，816362。哦，我今天吸了好多空气在肚子里面，我把它打出来啊！我不要跟你们听到。是谁迪卡的北刷屯妈做吗？不会的，因为其实猪猪也不太懂这个，但是刚好有命理的朋友说今天很像妈祖会下来看我们，所以想用这首歌恭迎一下妈祖。然后我们来跳痛一下好了，真的很跳痛欸，等我一下哦。喂，真的超级跳痛，好一阵子没有写信一下，我来写信一下。就迎妈走之后，突然莫名其妙见血这样子。嘿呀呀，伊拉塞！哇，时间来到4点22分，我们等下就要降落到我们的待机室了吼，我们的原创曲的待机室。在那之前，先来写信一下。好久没唱了。大家午安哦！来写信一下，跳痛一下。你尝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这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
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当个写手，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你承先启后，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血流越手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不要还给我，不要还给我，你尝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我，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你承先启后，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血流越手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不要还给我，不要还给我。再去争了，都太迟了，手紧了的牵连早已没有用了，眼看失去灵魂的空壳，奋不顾地的两个人。再去争了，都太多了，再浓烈的故事都算太俗气了，写到哪里能更好就好，才能看得要死要活，爱也要死要活。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你承先启后，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血流越手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不要还给我，不要还给我。谢谢实心爱情故事。哇，等一下我们降落到原创举代机室，你们就知道我在刮什么了。对，应该是还蛮好找的那个刮，或者你们这样去看歌词，应该就知道那个，就那个字而已啊，就那个刮。我谢你们哦。等一下，为什么是孤单 Taku 了 ？Oh my god！ 好久没唱了，我帮你来唱一下好了。好啦，那下一首就是迎合着他，我们带着阿妹的铃芽，带着宝哥的铃芽，超难唱的一首歌。好，等我一下哦。哦，超好听。为什么连 YHL 老师都知道？YHL 老师，你知道他们在刮什么吗？你一定不知道，对不对？没关系，你不知道无所谓。来都来了，就刮一下。
我们欢迎 YGO 老师，他是我们这一次祝生的这首原唱曲的 PV 制作老师，我跟你讲超厉害，超厉害，不爆雷，你们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超级厉害。我们现在孤单 TAKU 来一下，我们带着宝哥跟阿妹的羚羊，不要再刮了。等一下，为什么 YGO 老师知道？哦，多少次错过又来，多少次爱过再爱，直到拥有才明白，我的爱。我的儿时回忆又炸出来了。我小时候是听这首歌睡觉的耶，你们知道吗？我不是听灰姑娘，也不是听睡美人，我是听这首歌睡觉，好怀念哦。早已习惯这个酒馆，午夜以后的凌乱，浪迹的背叛，有人烂醉，哭得哽咽，有人将嘴角一撇，纵容一切不屑。我想一个人的心被爱很清澈，舍得洗烂了一口那是是非非，敢欣然看破。多少次走过又来，多少次爱过再爱，直到拥有才明白，我的爱已不再爱。No no 朋友，请与我 share 完这一杯酒，我情愿孤单，却清醒地走出门口。呱。Tequila 呱，呱，煽情过头的萨克斯风，依然惊心犹豫种种。我想一个人的心被爱很清澈，无端折磨过以后，那缘深缘浅会自然无头。又来多少次爱过再爱，直到拥有才明白，我的爱已不再。No no please don't go， 是我太需要朋友，说管它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多少次爱过再爱，直到失去才恍然，我的爱多苍白。No no， 谁对谁错？为何我是魂落朋友？你懂不懂？说
谢谢大家。我跟你讲，我那个正常推广的那个 shorts 哦，就是我想先想推广这首歌，可能不管是台语歌、华语歌啊，但没什么人要看，对啊，但是莫名其妙像那种奇奇怪怪的这些 shorts 就一堆人留言，你知道吗？你们真的很奇怪哦。会选这首真的是超内行哇！蔡老师居然有共鸣呢，这首是我小时候的半睡歌曲。小时候我不是听故事，我是听阿妹的《孤单 Takura》睡觉。这首歌是宝哥的作品啊，然后宝哥那时候算是在制作阿妹这个艺人的时候，也很多歌曲都丢给阿妹唱，然后让阿妹唱出另外一个形式的不一样风格的宝哥的歌。宝哥的歌真的很厉害耶，太强了。原创料理也是，是的。对，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有冲突性的，大家就是疯狂留言疯狂看。对啊，对于就是可能觉得我们今天要推广那个就是正常的歌曲，一片死寂，你知道吗？嘿，就跟我们这次那个专案说我们这次推出了就是我们超大型的募资专案，因为毕竟猪猪的频道主打我们的台湾文化的推广，那我们希望还是可以先把专辑做出来，只有很多各式各样的3D 展演或者是线下演唱会才会更加的丰富哦，来大家赞助起来。好，一片死寂嘛，对不对？好，我又在 cosplay 我的那个秀词了，对。然后紧接着，好，我们的那个 V-Stage 演唱会消息公开了，啪叽啪叽啪叽。听说有朋友说去年没有被揍到，好遗憾哦。猪猪今年可以揍我吗？我说好，可以揍。我们的屌逼专案赞助7500块以上就可以被揍哦。猪揍哦，我已经准备好了，7500块可以啊，没问题。我赞助1万了，这个38000也赞助下去了。就那一瞬间，我们的30万的募资条马上满。我当下的心情多复杂，你知道吗？与会的各位贵宾，好了，来都来了，不管怎样，感谢替我们解锁第2阶段。我们现在3D showcase 有了，我在10月18号还要樱花颜色给你们看哈，给你们听哈。来都来了，我们最后一里路只剩下2天的时间。赞助一下250块，可以的，好不好？等一下，赖大先出现了，什么金麦球金什么高球什么，果然英文是主导不了猪猪，对瓜，对，你们真的很奇怪总之不管怎样了，谢谢那个对我们这次的赞助，还有2天的时间呢。想被揍的要把握最后2天赞助起来，还欠银行40多万，是的。但是胡说八道先生，你还好吗？怎么一下欠这么多钱？还是说你有投资这样可以被揍？你们现在讲什么我都不太想相信，因为总觉得在那个被揍的行列有机会可以看到，对这位薄荷本人，不知道为什么。好，我们的时间来到4点37分。把握时间，我想要再滞销1次。等我一下哦。好，我调整一下哦。好的，原来是因为买车，我没地图过在吗？今年买车很划算呢。今年买车很像之前，像从1月开始有那个汰旧换新补助5万多，然后现在最近好像过了一个法案，就是零总总加起来也可以补助10万哎！哇靠，大家换起来，快点赚烂！今年应该会蛮多人换车的啦，我在想，好。不管换不换车，来都来了，来，客户要把公司集团名称改成金猴兰，怎么回事？没有买车全款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好不好？好羡慕买车可以全款的大佬。好的，来，再来滞销一下。今天滞销完，明天滞销完，后天再滞销1次，大概就知道可以选哪一段了。
然后好，目前我们滞销的这首歌还是赢我们的没有用的年轻人1%而已，哇！所以其实我也意外的适合唱这首歌，是吗？他们说我是没用的年轻人，居然呢，来都来，是2023年年底买的，这样子，辛苦了，买车是好事，贷款真的不容易啊，大家都辛苦了。好，来，我们再来至少一次，尽其所能的至少。然后这次滞销完，我可能要再去摘化一下，我今天水喝太多了。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倦怠。哦，好。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love feels so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the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倦怠。爱。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love feels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the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倦怠。谢谢大家。好，哇，至少的爱香遥遥领先了，谢谢。那么现在我要去摘个花，再装个水，又要让你们继续被蒙蔽双眼了。好，总之呢，谢谢大家，一样是来都来了，250块，最后倒数，站住下去。亏的，猪脚囤足鸡调味。
开啦！猪脚囤足机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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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脚囤足鸡调味。Hello， 回来了，好，然后一个鸡腿，谢谢。好，不是啦，不是这家真的，我算是从小吃到大，对，就真的还蛮好吃的。等一下，对不起，关掉自己声音。重点是这一家经济实惠，就小时候吃到现在，它好像也不怎么涨价，超级佛心，然后又好吃，快点叫起来。然后高雄的新百灵也好吃高雄新百灵好吃，它的那个菜饭，还有它的那个排骨，基本上比较古早味。像我妈妈都会觉得说它很像太干太硬，可是我自己就很喜欢吃它那个有点柴的排骨，但是就是有配酸菜，就觉得好香啊，好香！来，我们时间来到4点50分，天哪，好紧张哦！来，我们时间来到4点50分，我们等一下要带大家一起降落到我们的待机室了。OK， 好。待会要陪大家一起降落到我们这首原创曲的待机室，然后跟大家一起把这首原创曲听完之后啊，然后会再降落过去另外一个直播间，然后跟大家简单的30分钟稍微聊一下关于这个原创曲，对，然后短短的30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大概是这样子。好，然后今天大家听完之后都觉得果然还是挚爱还蛮适合我的，是吗？然后他们说我是没用的年轻人，觉得也适合猪猪唱，是吗？真的假的？好。总觉得其实我们感觉到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因为我如果要选第2顺位的话，其实就是他们说我是没用的年轻人，没有错真的是这样子。好，来我来放一下，等一下哦。等一下我放一下 BGM， 等我一下。今天 B 卷怎么不见了？等，我在这里。OK， B 卷你们有听到吗？好，谢谢你们。那我就先，啊嘞，我怎么不见了？为什么？等下我自己不在，为什么我自己不见了？等我一下啊！等，不好意思，等一下，为什么在降落之前又不见了？怎么回事？好邪门哦！为什么他自己关掉了？不要这么邪门好吗？太邪门了啦！等一下，图层覆盖没有它是这个城市自己，它这个城市自己跑掉，好没关系，它这个城市自己结束营运，你知道吗？好了，没关系，刚好我们还有点时间，我已经回来了，我等着把那个。等一下，你不要自己结束营运，你看他自己结束营运。好啦，那就先从这里，这个像是我的预设，对。哦，小乐你也是吗？为什么？对他自己闪退，有时候真的会闪退，是不是？哇，吓死我！小乐谢谢，天哪，闪退吓死我！没关系，现在就是他一定要我改回就是非常本土的这个模式，好不好？要迎合。我们要下一首原唱曲，
好，推广本土文化的这个部分，这个是秋秋桑，我们优雅的蝴蝶迎来了这位晚霞的蝶，秋秋桑，吓我一跳！我今天第一次遇到闪退耶，肖热。对，之前好像没有被闪退过，所以我想说为什么是今天？不是 BTS， 是那个这个城市是什么去了？就也是 S 开头的那个。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哦，大概糊掉的猪猪。好，大概我们57分就可以准备降落过去。就电脑太累，负荷太高哦，原来是这样子。今天我有让它很累吗？我看一下，我今天程式也还好诶。我记得我开启的程式很像没有像之前这么，反而之前开起来程式更多的。好，先不管，而且大家闪退也没差了，因为等一下可能我这个程式就会让它休息了。等一下我们听完《祝生》这首原创曲之后，好带大家再降落到猪猪的另外一个待机室，就会用平常杂谈的状况，对，拐弯抹角用这个风格。OBS 没有啊 ，OBS 它还乖乖的，今天 OBS 跟那个 VTS 都乖乖的，对，只是这个是袖子啊，我觉得它跟袖子好像，它袖子的这个程式它累了，对，好，4点56分，差不多时间了，我そろそろかな。我先来后面确认一下，我应该没有设定错误吧？好，确定，设定没问题。我们大家差不多5758分就可以降落过去了哈。今天谢谢大家也陪猪猪练了一整个下午的吉米奖的指定曲，对，那大概应该就是挚爱，或者是他们说我是没用的年轻人，2选1，对啊，但是还是一样会一路大概练到礼拜3或礼拜4，对，因为礼拜4我就真的一定要闭关了，不然很多企划书会来不及写，大概是这样子。哦，好紧张。好，57分了，各位大家，我们差不多准备降落了，来去感受一下猪声的魅力吧。好，57分了，那猪猪就差不多直接降落过去了，我们一起享受本频道的第2首原创曲《祝せ行きましょう》。